消息来看，国民党征调到新北市长侯友宜来选总统，传出讲侯友宜的竞选战队已经来形成了。新北市包括副市长谢正达、副秘书长陈其强、法制局的局长吴宗宪等等，拢要辞职来投入到府选。不过侯友宜代志来参选，和民进党批评是落跑，讲互新北市无市长，嘛引来到公民团体不满，到新北市政府大门前用高压水条来写出着落跑市长侯友宜的字样，结果是去予警方带回看到。水枪马上靠！在新北市政府头前抗议，因为国民团体不满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国民党征调做总统参选前，昨在大门口连行队涂骹写落跑市长侯友宜的字，去警察带登去考控。阿豪浪杠，背弃市民。另外一边，民进党立委参选前何普文和真济立委立委，骂骂侯友宜代志参选就是浪杠，让新北市没有市长，请给市民一个公开的道歉。3个落跑的市长全部是国民党所产生，其中2届发生在新北市。民进党面甲无力，侯友宜嘛来回应大家交集。面对国家在现阶段国外形势险境，国内百废待举，其实一个对国家社会有责任的人，绝对不能视而不见，应该挺身而出。国家跟新北市也都是息息相关。所以我一定全力让新北市在这段时间仍然永不停歇。希望各选战兼各市情，今晚嘛传出侯友宜竞选团队出来，新北市有的小内阁成员亲像副市长谢正达会辞掉投入府选，副秘书长张其强、法制局长吴宗宪嘛可能拢会来。我们的团队不管内部如何调整，最重要的。选举不要影响市政往前走的力量。新历3届总统大选，南洋推出地下市长做家母，不过前2届朱立伦和韩国瑜全部拢选无掉，输甲稀咧咧，就看想要搁一摆政党轮替侯友宜，敢真正会当坐大会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